保养舒宽，还有上太上宫，有法太假多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又到了来年老后生人向下打追股的时间哈。唔知大家有听过一个名字冇？情绪勒索、情绪威胁。2020新年的时间。Susan Forward 两个作者嘅就写了出名嘅书，很多情绪勒索，两个名词咧都国外还有台湾都从史上当有名。情绪勒索到底係乜嘅？就係你嘅情緒受到別人嘅控制，影響到自家自身嘅表現吼。而你根本有唱到50嘅後生人，老大家向下來分享，叫到整法中本騙人控制嚟乜嘅，韓國叫到控制嚟騙人乜嘅地方咧，眾上分享。好，首先老大家小幾度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青容易本人歐嘅質疑。等下來看歐到乜嘅地方。好，第一個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加上本人情緒勒索嘅李家嘎嘎。加上本人情緒勒索，當然係當財哥嘅嗬。係本人情緒勒索啦。本人情，人情啊，唔知繞口令嘅感覺哦。第三個老大家小嘅係白強。大家好，我係當愛情緒勒索嘅情緒強盜。中白強，哎呦，等下來談嘅故事聽出當精彩哈。第四個老大家小嘅係回kiếm。我唔會錢財攪嘅，唔會錢財動人，我唔會錢財情緒勒索，我係回kiếm嘅。非常好，唔會錢財情緒勒索騙人，不過可能會伴騙人情緒勒索哈。最尾老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非常有主見，唔會錢財就本人情緒勒索嘅小鳳。好，所以望見面嘅後生嘅老大家向下來分享平常時，你都生活當中可能都會遇到兩個問題，情緒勒索啊，情緒威脅啊。大家一談到了情緒勒索、情緒威脅兩個名詞，你想到係乜嘅？乜嘅按到情緒威脅？自己先來講好了。嗱，講到情緒勒索，就代表講可能用文字啊，還有發言嘅口氣啊，來對方愛順着自己嘅意思嚇。大部分情緒勒索應該講到大部分係重批爸爸媽媽，還有就會比我們比較大、要尊重的人，才會情緒勒索。可能係用命令嘅方式，你會順着俺嘅意思行，俺才會爽快。哎呦。就算你認為了情緒勒索，可能地位有啲嘅命令嘅成分都地位。冇錯，唔過呢一隻命令可能係出隻命令講你一定要按用咗，唔過係有啲會暗示潛在的那種潛移默化嘅感覺，係愛你按用行。嗰種哈嘅幾個情感度，對心理的最沉嘅地方有講，我想為你按用。等下本來煮飯，甚至等下去拿來偷天奶。等下去拿來做乜嘅？有一種內心呼喊嘅感覺，偷偷嘅感覺。咁你敢知道乜嘅係情緒威脅咯？我知道情緒勒索吼，就會本你切家知道要緊嘅人，韓國二中嘅人吼，情緒嘅發言啦。比方講就會講，質疑啊，比方講啊，我唔係情緒勒索你啊，質疑啊，昨天老我聽數冇啊，我送你懂歪啊，哦，拜託嘛，你去歪嘛，你去歪嘛，哎呦，你去歪知道，懂難起切一啥？你講到講兩天數，跟你天數一種年前嘅問題。你開老我天數一下嘛。係啊，就一種。年情啊，一種唔到底嘅一種情緒反應啲地位度啦。係啦，兩種年前嘅是假設係朋友啊，係你嘅上司嘅時間，就知道兩種關係千唔好去起切，當排泄去起切佢，加上吼兩種有老年情關係，就常常會被人家勒索，係冇？嘅，會見你起到乜嘅係情緒勒索咧？可能係對方佢用好，比如講負面的，係好唔好嘅，可能講話嘅方式啊，因來上來引導佢溝通。我一開始就比如講好從聲音啦，可能會用吵嘅啊，用叫嘅啊，用鬧嘅啊，係用鬧嘅安樣音啊。所以我係自首一下，其實我頭擺對雙胞，我對雙胞即係都在至於講可能長輩啦，所以我係雙胞嘅長輩。我記得佢當時嘅時間啦，因為那時候他似懂非懂，他我告佢錯嘅事情嘛，他上次告唔好，還是會到佢的面前演苦肉計，講啊，我是一個不盡責的媽媽，我怎麼把小孩教成這樣？父親當地應該故事，可能都安用一去威脅一個聲音。我冇威脅，你係好臟嘅。你係算係威脅，也就係威脅。
好胀嘞，又改善，啊，你还有锦谱哎，又锦谱，哦，有锦谱就分一个赞啦，哈。好吧。善意的啦哈。给把强吃到，嘛该系情绪勒索。应该来讲吼，是假使你对菩萨讲吼，你热情爱不爱欢喜哦，不是爱是会动 up 的哦。哦，这句话我好像常讲，哎呦。对，古总，你来讲你自家系冇？其实係啦，我是情緒強盜啊，大家是不應情緒勒索，我是會勒索菩薩嘅人啊。我覺得博謙這個不是情緒勒索，也不算，也算是，如果還更有病的是，其實王子病吧。你一定要照我做，我就是 Kim，I'm Kim。我是唔應該係王子啊，最好是。今天哈，你給 Susan Forger 給他聽有情緒勒索和人老人之間的關係，比較講係像一種拔河的感覺，還有你來我往的感覺。故作其實因為係一種交易，嘛個情緒勒索係一種交易哦，太講有認同哦，因為我會被你情緒勒索，代表。我認同兩個關係，係唔係？將會受到情緒嘅威脅嘅危機嘅感覺。故作問下咧，大家就兩個生活當中有當會情緒勒索騙人嘅人冇，還係有當會靠人嘅人冇？有冇？小鳳來講一下好冇？有啊，像我知道平常時千萬拄到嘅係像公司上班，當然就會開個年度會議，講下一年以後達成嘅目標，希望做到幾多。好，比如話來講啦，你講，我下張嘢做30好了，好，你講30，上張嘢就已經做到25啦，30塊跳大嘛，係嘛，人能力當好啊，做得較高調嘅啊，表面上來講咪哈，係鼓勵你，如果唔係啊，其實就會希望把目標定高，冇就50好嘅好嘛，做得到啦，做得到，做得好，你就做唔到，做唔得，因為佢係人主管，佢係人調價，要有一個關係就。你不得不遵從他，唔點冇，沒辦法拒絕，你就講哦，好啦，大概開會結束了後咪好，就調太氣唔點冇。唉，你知道講啊，係啊，下陣嘢，就聽到按講用格曬，係啊，有咩算情緒勒索啦？係啦，咁兩種都公司尤其係做業務嘅時間吼，兩種老目標當下高的，可能係主管哦，希望加大按那個機會去訓練你，希望以慎重的，莫老自家看得強大，唔過兩上司吼會操成員工吼，會知道當有壓力，係啊，我明明就做唔到，係冇？你除咗咧投入康嘅壓力以外，個生活當中不可能會按那個情緒勒索嘛。像結婚了後，最接談到嘅係乜嘢點啊？就講，哎呀，阿妹就會開玩笑會講啦。哎，細時間咪好，聽阿妹說就阿妹講嘅。結婚了後，聽不用說就不用講嘅。哎呦，就講意思講，我按手轉木卡啦。就講，哎呀，也空也掉咪好，我做就餓死嘅。我大後尾講乜嘢點啊？哎，看破嘅啊，親生子唔當荷包錢啦。哎呀，這個時關你較報得較實在啦。堂堂就會有壓力啦，因為他是你爸爸媽媽，係嘛？如果不管條路走到幾無限，也係要結開，你係愛堂堂嘅就按你講咪好，好啦，還係愛較接到會進步，係啊，就他是善意的，不過會有一些衝突，會有拉扯。係，剛剛小鳳講到幾句老古人嘅，其實係共同話題，講到親生仔不宜抗生急。的意思就是說，你親生講嘅聲音哦，係你講嘅，講自身不講自心嘅感覺，聲音咧雖然係你講，唔過佢嘅情況冇當人鴉片，係唔係？不也要按情況帶一些嘅錢，還友好係咪啊？唔過老聲音講兩句話真言當從誒，你有知道嗎？假使俺爸爸老人講哦，你不應該嘅錢啊。唔會知道當促手，愛帶你不如愛帶點錢，還友好係唔係？假使你副卡度有按那個事情，會唔會知道當艱苦咧自己？因為我剛剛愛用重批嘅情緒勒索，係因為你東方嘅國家嘅教育，因為從細細嘅時就老一個一定要友好哦，係一定要談爸爸媽媽嘅話哦，尊師重道啊，斯坦人講嘅就係生字啊，冇錯，就細細嘅時就會講，考試一定要考一好，考好試，你嘅爸爸媽媽還有欣賞，才會歡喜呀，係冇？一定順着人家嘅意思行呀，因為你就會想講嚇。會唔會你做嚟唔好？你嘅種皮就會心肝都會少，會鼻傷嘛嘅嘅。唔講藝術，
爱用真嘅唔好啊，像我嘅朋友啊，就有啲故事吼，因為佢後來太了後，就想要搬出去待，因為可能做事嘅關係啊，佢那係要搬出去待，但係有段時間冇辦法賺不卡帶嘅時間，媽媽就會講，好啊，冇要緊，你會搬出去待翻，你就冇會賺不卡咧，就唔是賺來咧。哎，你係發動蟲咧，我睇外面有談過，有人嘅就會講吼，出去搶地鐵，賺不卡，搶飲到。準老虎卡準嘛個準離沙係冇啊？講到兩個發真係會知道，做嘛會按呢哦？給飛機，你遲到吼，哎你誒基本嘅後生都當中啊，抹殺注意袂情緒勒索。完蛋了，好好講哦。別人講解有到啊，為到免訴當袂破到個頭批文啊。哦，我啲係乜人啊？我當初講呢，然後可能還有陽光，陽光哦，係啊。雖然我腳受傷，但是我的心很強壯。怎麼白夾？你冇乜嘅法，做啲我講係啱未冇講係種白夾嘛？我剛剛你都冇講哦。係啦，不過幾個情緒勒索和我覺得還蠻誠懇，你講啦，蠻誠懇的。他講一誠懇，所以他走得不加他好友啦，又不得不看到，係嘛？係啦，所以我甘願被勒索。誒，種白夾，跟你自家有做過咩情緒勒索？通常啊，日本來講哈，係對我嘅安慰日本情緒勒索，像係我市場，因為我寵愛機啦，因為吼全世界吼我使手機啊，所以我會教機吼使手機第一個順口溜，不過上次吼全係冇乜個字嘅順口溜，像係假使我講吼，咿呀恰恰烏啊啦達，幾時會講咿呀恰恰恰。假使一個口愛開開，口愛開開，幾時會講口愛開開開？哎呦，都係都默計，冇默計字義，冇默計字義。不過韓語就係日當日字義嘅唱歌，該時節吼，假使我看電視啊，看到日本啊，吼韓係記寫信寫到日本啊，那時會打開門哦，唱吼。我愛我老婆，我老婆愛我。但是我沒有在拍子上。我愛我老婆，我老婆愛我，真的手牽手，一起到永久。幾時會回應我？他要唱我愛我老公，我老公愛我。然後第三句、第四句動重繞。假使吼記認唔錯，假使記沒有押韻，我是會非常生氣哦，講哦，你做嘛個平常個時節冇準備好，做嘛愛準備好？因為假使吼拄好發生意外毀容，我們必須要嘛個方法認出對方啊，用唱歌個方式啦。我愛我老婆哦，我唔偏住。那係你送到嘅喉嚨有冇講？哦，冇辦法，有手語嘅。我家北強講真經懂我吧，吼，我真經知道吼嘅導播還有製作人唐道某，家家突北強去看欣賞吼。不過你下你先聊一下，等下轉來繼續談後生人講，你成班當中會遇到乜嘅懂我吧嘅情緒勒索嘅問題了，你下先聊一下了。假使係子瑜，你會這樣教他做嗎？咿呀恰恰烏啊啦達。好，閉嘴。好，做真呢，做真呢。因為他是你男朋友，故作佢心肝肚啊，佢目珠啊，看到誒就按到你家，哦你家。最定然後應該就係感情嘅情緒勒索。係講誒，係北強嘅朋友吼，係問死睇咗本期情緒勒索先係點？你知道人生當後悔吼。好，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，加你唱到當定鏡嘅歌曲，好可怕！我今日轉去，我嘅頭腦地背全部係不要唱！好掂，你敢知道按你情形？我知道聽定鏡嘅，韓國壓力動態，我呀下就知道壓力動態嘅點嘛，韓國用按唔好彈，緊衝吼。看得出來我懂愛，懂愛機。所以你知道咯？我每次都聽定人講，因為定人講係因為北強唔感覺自己有偏，唔過佢真經有偏咧。你講睇下就知道吼。
不强，唔会吃到这个，嘿唔嘿有心理有问题，嘿唔完全系情绪勒索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怕。其实博签两种行为，就像奶家讲的，会建立在亲密行为关系上面。亲密关系，章鱼可能不你按那强逼啊，才有可能被你情绪勒索嘛。紧紧了。嘎斯嘿子瑜，你会这样教他做吗？一啊，恰恰乌啊啦的。好，闭嘴，好，做灯呢，做灯呢。你真嘅呢，我救唔了你，你加油！香港最近還有其他故事想要老太家分享係冇？頭先又講啦，我係有稍微一點點情緒勒索啦。係啊，特別愛勒索雙寶嘛，所以後來是風水輪流轉。一定要勒索你。係，是揾幾多勒索愛，從愛之中啊，有可能擺到禮拜走誰摩托摩卡。還記得之外，就正中我的弱點，因為我心很軟啊，其實我打那個視訊啊、賴啊，給講媽媽，你看你沒有在家裡，阿苗苗都不上樓睡覺，一直在門口等，很愛看到是我哇，是我動心叫啊，係啊，因為基地應該是就很在意苗兒嘛，阿苗苗然後露露啊，所以冇錢財勒索非常。係啊。你解了解某一咩動靜吼，佢啲吼阿妹哦對啦鳥兒動慣性，所以其實用愛應該放棄。所以你女兒真的也很棒。所以讓頭先講嘅孔融是一個交易呀。對啊，正經係一個交易，我教你一次，他就交易我一次。古時候係一個夫雄嘅一個可怕的巡迴，好恐怖哦。係咪？我講到暗道吼，太家個平常時嘅生活當中，你最腦度到嘛嘅相處嘅模式咧，小鳳。剛剛講個公司嘛，也強調就講，因為上次剛前面自己有講東方人的思維有嘛，啊所以啲公司咩動家要拄到主管讓人講啊，你係後生人啊，故說我多做掉嘅啊，係真嘅，本機會學心呢，係嘛，你按後生，係咪該吃苦當吃補啊，苦都捱都會死，吃虧就是佔便宜。因為我們做業務的哈，給客戶係夾。故說給獎金咩係夾，commission係夾，嘿，佢主管講哦，我下做快飛啦，你啊，他張快是中你我媽客戶，不用學習，不用學哈，唔去讓來拜訪這客戶，好去讓來數錢啊嘛該，夾客戶有咩捱嘅係冇？有陣時咪好 QQ 呢冇關係哦，像有陣時可能中火啦、白頭啦、哦淡水啦，你講去啊，看看用嚟去就做得啦。非法控牙用去做的，你邊牙用去跟牙事情啊，係嘛？個案件喺路上咪好，結果就係講，佢很唔去，你就做唔得講不可以，還答應他，也就本佢情緒勒索啦。就係有一種本主管嘅感定做嘅感覺哦。韓卡奶奶係嘛個點嘛？佢很唔去。我笑眯眯嘅，安尼。哦，我會去。叫佢笑面哦，謝謝，好，我啲，好，我會記得，好，謝謝。你就無奈啦。係啊，你說這種吼，剛剛其實吼，小鳳講嘅，輕重係職場霸凌，這種嘅霸凌，用一個身份去講，我是你的主管，故說我很唔做嘅事情，你就會不愛做，因為可能你的下個月薪水砸到愛數，故說兩個都這種吼，用班來報復氣感，用班來不要受到別人的情緒勒索，咩係個動衝嘅嘅事情。不過你家生活當中有按那個唔好嘅相處嘅經驗冇？我最定然後應該就係感情嘅情緒勒索。係講啦，係講我係北強嘅朋友吼，我係問死體就本佢情緒勒索先嚟。有這種人生當後悔吼。哎呀，很多呢。冇啊，因為我知道最容易就係感情啦，無論係男朋友啊，也係我係人，像我記得就係男朋友，像係前世來朋友吼，佢就當我情緒勒索我。用班情緒勒索。比方講，佢就會有上司啊，有行嘅時節就問我講，你有閒冇啊？你叫他出去了啊？唔講有上司嚟走條路嘅關係，我就知道動開，又想嚟休息一下，然後就講啊動開啦，下禮拜啦，我冇想嚟去啦，佢就會開始勸咯，就會講好啊，唔是去，下禮拜唔愛請嘢，唔是啊，你冇愛我啦，唔是叫下來啦，兩年都冇留本愛啦，愛用，故所以我就知道本佢情緒勒索到底麼，就會動勸，韓國人會知道。佢就會嗌嘅男朋友聽啊，做乜個暗用對嗌咯。其實我知道佢喺情感都有一些摩擦，有點吃醋啦，就會講
俺明明是俺的男朋友，做嘛跟俺的了你都没留本哎。这是一种建立在亲密关系上面的情绪嘅维系，因为他是你男朋友，故作给他心肝度啊，给他木住啊，看到诶就按到利家，哦利家，全部是利家，全部是利家，故作我给你勒索完了，你你就给你勒索完，故作哦，有时候这种感情上不一个情绪勒索，其实俺做的理解他。谅解他，但是不能原谅他，不可以包容他，我也有我的生活，你们有自己的想法，係唔係？係唔係自己？嘿，因為我要去用一本人拗給你，一開始我真嘅唔掂呢，後來喺我嘅姐然後係講，哦，真嘅先用一本人拗嘅，故事佢就送本一個禮物本來就係情緒勒索的書。哦，所以大家要講到嘅 blackmail。冇錯，係後來我開咧後張發現，哦，我真嘅先用一本人拗嘅。大條都會係嘛？故事我發現其實情緒勒索係互相嘅成立嘅，唔係講單純有如果只有被勒索人不成立，如果只有情緒勒索人，就是人家勒索你，你願意被勒索才有情緒勒索。它是對等關係。冇錯，後來我就發現到哦，原來人家對我硬度硬嘅世界。我點都每本人情緒勒索，唔過我有非常強用，千容易善人，係故事咧係人家講我天才講咧，我需要你啊，嘛解嘅。這樣張伯謙嗎？用氣我就千容易本人故事咧後來我發現到，我做得有啲氣力，而真嘅我拗我嘅時間呢，我就要。冷清地位，我不要被你影響到我的情緒。後來呢，我發現到，愛用錢有用，不過每位講我唔會造成兩三年嘅距離啊，我唔會影響到你嘅感情。係啊，古種安尼講起來，人啊嘅成百度吼，泰國嘅10天事情地步有8天就本人皮到。係咪啊？竟然可以假油啊！他咪冇本人皮咯，吼，假如嘅回傾吼，你哋生活當中吼，你最鬧嘅、最唔喜歡、最唔中意係哪種嘅生活嘅相處嘅模式咧？我唔好俾人偷等，俾人控制，係，因為從我細細個時間，我是靠我公老我阿媽，我阿公我是記得佢其實就是張伯謙的話，不係張伯謙是我阿公的話。哎呦，你是不是他阿公投胎？孫女你好，他就是其實係都控制我阿媽，係，用扮嚟控制，激動愛你阿媽啦。啊，好啦，我阿公非常非常大男人主義，他其實係老人家，唔過是係成人的心。他佢有當依賴我阿媽，從我當記得嘅時候哦，因為我阿媽成人呢很多嘛，他其實會每一個小孩都可以輪流住，他佢頭版係輪流帶，他其實會去，比如講佢去我姑姑屋卡，可能其實會帶好久啊，他我公是會生氣哦。叫我壓到，因為佢當依賴佢啊，我看的事情全部都要佢做嘛。反正當誇張勢佢去哦，佢是講好啊，你去啊，唔怕去啊，去唔是轉來。應該知道當奇怪，撈起蓋某嘢說辭，係，跟自己的女兒在爭風吃醋，當奇怪咧。他依賴他的程度哦，是特別哦，我還記得哦，到暗晡我阿婆然後佢個宵夜煮好，豆半雞。讓人羨慕，係，然後佢 pose 嗬，所以你看羨慕有冇？所以你看佢影冇到我卡，佢就冇宵夜後生，係佢就冇宵夜，他就一直生氣，一直按，你看唔怕，你去啊去啊，就會做皇上啦。係，所以佢是完全控制，你看阿媽咪係當禁言，本佢勒索。係啊，係。古時候人家講嘅是唔是啊？就像呢個頭版已經講嘅老人性。成人心嘅感覺吼，嘅白天知道應該嘅相處嘅模式地圖吼，最鬧係哪一種咧？我感覺吼，我嘅情緒勒索係受到我媽媽嘅影響啦。因為吼，我認為吼，我係世界嘅中心嘛，不過吼，我媽媽認為佢自己係宇宙嘅中心。我爸爸到我媽媽面前哦，完全唔敢做乜嘅決定。像咧後來我爸爸退休咧，為了佢社區大學嘅朋友出去了，佢為經過我媽媽嘅同意，佢係哦鄉下出去了嘅朋友哦，全部讓我媽媽先認識、先了解，唔是吼，我媽媽會講吼，哦，你冇讓我病到你心底度哦，
后来我冲起下来，我爸爸没臣服到，我妈妈给叫下。不说你就变成杨妈妈了。对啊，不是跟叔哥人妈妈会冲係嘛？我爸爸喊會教我老太講哦，我即個老太係你媽媽嘅臣子，你會談5萬嘅話，武則天，武則天我哋無下為這個貴庭，是係你媽媽嘅情緒。假使伊唔歡喜是係做唔得，假使伊歡喜是做得。不錯吼，真件吼，我看得出其實從爸爸當愛從媽媽。係啦，真勁。嗰種就順帶佢講，然後嘅呢種男人應該請唔到吼。真件，其實兩種來行為，還其實就是像我們以前講嘛，周瑜打黃蓋用班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嘛。嗰種用班都情緒勒索上吼，冇老七家嘅自己的感情，不用到騙嘅時候，用班來學習咧，你等下陣來繼續來講咧。拜託，反正有上次買1兩3副，說3副1000單嘅哦，你要行再個買。冇啦，你平可以老王媽媽講一下再講吼。所以鳳吼，做馬該會買3副，因為你後上太上講嘅要求哦，哦要跟製作人報告一下哈，我們的兆豐沒錢，所以下次請他脫光光。我當到拍實已經轉黃嘅，而家老多人買係黃色嘅，唔係幾拍色嘅，拜託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吼，加大家講到係這個唔中意相處嘅模式。你下問大家吼，前面都會講到吼，這個唔中意騙人嘅用班對，你下可以講切假了。你係唔係咩會情緒勒索騙上人，還係你生活當中有本人情緒勒索嘅經驗冇？知？從我家講嘅應該就係我非常容易去騙人情緒勒索啦，因為我發現到那喺交鋒嘅時間，我係下要緊對方嘅感受，因為要緊對方嘅感受，我就會跳過自己嘅感受。就算呢件事情唔係我傾向去做嘅，不過對方希望係做，我就會願意講哦，我就先出去做，唔係真係自己想去做嘅事情，因為我會驚對方會發氣，佢發氣嘅時間，我就會傾驚，嗰時我就想哦，我順着我嘅意思做下好啦。係，不過我嘅朋友啊，沒有遇到這樣嘅事情。以前啊，嘅男朋友就會時常去接佢，不過後來我嘅男朋友就冇接佢，佢朋友就會講啊，你都不來接我，這樣我會親感苦誒，你這樣不愛我，你變了嘛？佢誰來呢？就會講會不會就是我這樣讓你覺得怎麼樣？可是後來去接佢，我剛剛沒情緒勒索啊。講嘅條法正經係情緒勒索嘅問題啦。咁過嚟下先來老太家講嚇，頭前有講過咧 Susan Forward 嘅書情緒勒索，其實咧情緒勒索有6個過程，你向下來看。第一個係 demand 要求，所以講嚇，我跟你要求什麼東西，好，這是我第一步嘛，第一步。第一步，我本人要求，像下加百強，我要唱歌了。好，第一步，我本人要求，我會做嘛？會抵抗，唔想做。第3個壓力就會出現嘅，壓力就會出現。啊，我唔做那個，會唔會用版型啊？如果不唱歌，百強會不會跟我分開？會攞來分數？係唔係？就會開始有壓力嘅出現，然後所以開始呢有一點點想做，但是又冇按感面上來做。好，第4個。威脅就出來了，中百強就會講，你一直不愛吵，就會開始用那個強烈威脅，冇衝就分開，按照 straight 這樣威脅存在。鼓手聽唔聽？幾時衝咧？幾時衝咧？順從 compliance 就會來順從啊，好啦，愛衝。結果將5篇又衝嚟過後，會發生什麼事情？大家知道嗎？輪迴了。對，恐怖的事情就發生，因為中把看就起的哦，我的女朋友會接受這樣的要求，鼓手他是都會請梅啦，鼓手悲劇一再發生，幸福一再發生，ไม่幸福都等於講係一種輪迴的概念，墮入一個恐怖的輪迴概念，鼓手你還
情绪勒索的六胎歌场，观众们有没有想看？平常是嘿唔嘿有经过这种恐怖的轮回当中？给小宝，有经过了恐怖电影家的轮回当中。有啊，跟阿忠古老你按你讲咩吼，俺想到咩吼，俺没有无限轮回的悲剧呢。嘛个悲剧，因为俺屋企係較傳統的客家的家庭，古時候見到有的會發明吼，對後生開始講到了，他已經習慣成自然了。所以俺就動家要談到啊，頭班那有暗號歌，係冇？嘛個就冇留本啊，俺拿錢轉去，唔衝也得喎，你看錢按多。哎呦，山川就冇米煮，看人家後生人按好買雞排來生哦。哎呦，你在地家面前有使到一些些的錢，哈，不然就發現到，佢就會對啊，反正這一段那個口白有冇，就會一字不差，哎，就會硬着講，然後一開始呢，哎，可能會不開心，好，慢慢的就順從的，佢就應該是又發生的，佢就再個念一百，就無限輪迴嘛，哎呀，就知道拜託，反正有上次買1兩3副。哎呦，3副1000單的哦，你又行再個買，哦，因為按大數，前世唔睇係冇。冇啦，你平常老王媽媽講一下，再講吼，小鳳吼，做乜該會買3副？因為你後生太上講的要求哦，哦，要跟製作人報告一下哈，我們的趙峰沒錢，所以下次請他脫光光。迄個真見到吧，我當到拍攝已經轉黃嘅，而家老多愛買係黃色的，唔係幾拍色的，拜託。蘇太亮因為唐公爸爸以前沒有情緒威脅，係冇？咩？嘅恐嚇，用蠻恐嚇。反正你知道做唔錯事情，伊都會談到。人家頭上嘅啊，吼，等下本來把種嘛痛啊起咪吼，你就頭痛啊，等下本來把種嘛痛啊起，你就眼白啊，反正就意思講，你等下本來腿了吼，皮啊強較狠啲喂，我說也咩情緒勒索。對，你真嘅咩情緒勒索，真嘅做得，做得打113。冇啦，反正就會講，反正這些話係有警惕作用的，你聽得懂就不會較怪掉誒。咁我白腔嘅生發地圖吼。爸爸媽媽咩有對誒情緒勒索係冇？我爸爸冇，我爸爸係本我媽媽情緒勒索。不過除了我爸爸以外吼，我咪本我媽媽情緒勒索。就是把我做花博改主持改片吼，就當到改攤販賣東西安樣。你認為我弟吼去當好泡菜，所以我看到哦，就泡菜改蔥油餅，還是賣轉媳婦下外半幾錢。我感覺我當就好心啊，做得很棒啊。我去看到哦，做乜改燒肉一隻，我記到咋？嘿，你爸爸唔愛食了嗎？你老大唔愛食嗎？我感覺記到冇老愛講啊，我感覺。我唔愛食，記得唔愛食，始終你愛食，所以我買一隻。佢講你冇老，我客人病到你心地度。我是感覺，該賣東西嘅分量哦，還會影響到你對你我客人嘅。性關度又對啊，性關度嘅東西呢？我不看，你行一半你不要買1份，你要叫老闆切。都好嘅放些的，後來順從，我是講好啦。我下擺吼會買3份，爸爸媽媽弟弟安樣我唔食。古時候人嘅輪迴一直在發生。哦，嘅飛機你頭擺咩有情緒威脅人嘅細路嘅係冇？我咪要輪迴，我覺得輪迴冇共用。是我頭先有講嘛。雙寶細細個時間，我知道愛勒索佢啊，其實我知道愛一家咪本人勒索。因為你看我話老雙寶講，就是你都可能冇做好事情，我是會講愛一家，我用就是怎麼當一個不盡責的媽媽，係冇好嘅媽媽用成日都教唔得話啊，用因係是會當吹過安因本佢看，可是後來我發現安因唔好啦，係啊，真係唔好，係，所以我要改進。我本人勒索係我爸爸勒索我，係，是從那幼稚園講嘅長輩勒索晚輩。因為我啲後久冇轉，是用少崩口用後久冇轉，其實會打電話，冇其實傳來，佢講啊，我年紀大咧啊，還有冇法度自家生活啊，係啊，還有冇心力做得照顧你哋咧啊，所以你哋都唔轉來咧啊，所以我就知道啊。
用要安怎其实就会上你的啦。係啦，可能是去動上來的啦，所以應該輪迴是安因，不因勒索，還該有勒索別人，每安因一直無限循環。这是一种嫁祸卡的功能。哎呀，跟你讲，你都好久没有遇到安尼事情，係冇？係我啲好久，其實一下想起來當中係情緒勒索，因為佢直接將貴重聽聽就唔抵嘛，因為記得有一擺我送漢語課嘅時節，佢線上哦就認識我爸爸，不過貴重嘅時節有陣時就會吵吵鬧鬧嘛，係就不比較不懂事一點點，不過佢線上哦唱威老外講你家。唔好過吵了哦，吵你花，我讓你爸爸講哦，生意哦，我講唔可以吵的哦。唔過我就知道懂冇公平啲喎，因為我唔係追吵嘅，我又唔係帶頭嘅，你就唔係追吵，唔係啊，我真係唔係啲嘛。上進主題嘅啦，唔係，上進主義。冇啦，我就知道懂冇公平，像係因為佢認識我爸爸。哦。故說想我老用我爸爸嚟威脅我啲嘛，就是知道懂冇公平啊。故說我知道，喺線上真係對我情緒勒索。真嘅，其實我係因為哈，唔單像係欣賞認識你聽聽，其實他應該也認識其他小孩，因為他想要特別關注你。冇唔錯，因為他可以讓你爸爸係朋友，不錯，讓你提醒哦，你要走緊時哦，唔係走外氣哈。不過，你話他你閒聊，他等他轉來談後上癮個，遇到了情緒威脅、情緒勒索的事情，用白來給有馬該 SOP 咧，讓他閒聊一下。曾經我到節目當過給出承諾。對，現在我會慢慢改，要慢慢係3年5年，30年。較簡單啲誒，因為像唔家講總體係主管嘛，吼，可能對我有要求，我冇不開心，吼，我就同佢講，我係冇去做啦，係嘛？像我朋友對我要求，我不開心，俾佢離婚啊。講這個，好啦，黃太太。歡迎大家都做嚟後上台上嘅節目現場，剛剛講到青島自己的經驗，有本人情緒勒索，我們有情緒勒索，這個聲音嘅經驗。不過你下問大家係，假使我真嘅本人情緒勒索嘅時間，有乜嘅方法，有乜嘅 SOP 嚟理解？知道啊，經營習慣情緒勒索偏見嘅人吼，就冇時有個老佢幾有同嘅啦，因為啊，有陣時認真認懂難怪偏佢嘅性格。我說你當做搶做嚟切下老切下講，你愛談也幾發冇，愛談也唔愛談，愛要緊也唔愛要緊，安樣就得看讓自己不要那麼容易被情緒勒索啦。就是愛要緊就沒關係，不要緊也沒關係，反正怎麼樣我都沒關係。冇啊，就看你自己愛談也唔愛談啦，係啊。就避免兩種事情會發生，這事情有乜嘅防範？人家講唔係對付勒索者，係對付切假，因為人家就講最大嘅天然就係切假，跟因為本人情緒勒索呢，係因為切假嘅想法啊，還有意志力冇按堅聽，故所以你要靠聽切假，除非想乜嘅事情就會堅持，像係最近就有親成功嘅案例啦，哈。老太家分享下，沒有 SOP 嘅成功者的案例。冇錯，就是我學習我成長了吼。因為呢，其實大部分遇到嘅情緒勒索都會裝逼嘛，嘅裝逼可能就會要求講哦，自己啊，我需要你嘅天數啊，冇人啊，我就冇辦法啊，你明白？其實最後佢嘅意思就係講，我因為愛天數愛，唔過呢，你後來想，呢件事情我真係冇辦法天數到，真係靠天了，我就老佢講。我哋啊，你為到人哋啊，真係付出心多，係當備胎，我咪傾向會天數你，唔過呢，小女不才啦。小女不才呢種話，你咪講得出口。冇錯，就會非常的婉轉，就會講小女不才，冇按樣嘅能力，好好嘅，本你享受，本你呀下呢就做到你想嘅愛做嘅事情。唔過呢，我希望你對我有親太嘅信心，我對妹妹對我有親太嘅信心。望後來未來，我做得天數到你聽到嘅事情，我做得本你好好嘅做個好好嘅嘢咧。嘿，前面一講好法，要設身處地，為對方着想。嘿，人家就會講哦，你啲我嘅感受。跟後來我就嘅拒絕佢嘅時，佢講好啦，你沒有難處。唔過呢，其實你性關度非常想嘅天數我嘅冇要緊，好，他就不勒索了。有咩一種方法哈？先禮後兵。
冇唔錯。所以老伊講好法，哦，你正經動胃態，你做按到正經動身軀，唔過唔係唔好，係捱唔好，捱冇能力。喊白捱會繼續來加油，唔等等看捱唔會幫，捱會老天數。其實人家意思就係咁，唔過用下婉轉嘅方式老伊講哈，給小鳳，如果自己嘅動好，唔過聽創嘅。聽錯。我做到較簡單啲誒，因為像唔敢講總編係主管嘛，吼，可能對我有要求，我冇不開心，吼，我就睇下講，我冇去做了，對吧？像我朋友對我要求，我不開心有勒索嘛，吼，我就跟佢離婚啊。好啦，黃太太，開玩笑啦，開玩笑。咩？你別本來係佢情緒勒索我啊，我係情緒勒索佢哋啊，係嘛？招呢？要先招啊，你這樣是反勒索。好啦，講較正經的啦，正經有較簡單，一句話就解決了。來靠厲害。係就他在講答案啦，他在講答案，他不是說他現在要考慮。好了，應該都唔捱啊，靠厲害。咩人答案就會講，你被勒索㗎哈，你那一次都有壓力，來靠厲害，可以緩解當下的那個氣氛。好，講來靠厲害，你記法講睇以後，你有較多的時間去應對，來應用個演技，講來靠厲害，這樣唔加下嘅吞法。就喊起愛 N 啊。喊起演技，唔過有時是唔做得衝，咩衝你家佢條路冇按加，做冇按加，你就要時間，你知嘛？對吧？你講哦靠厲害，然後你家就對事情哦，就在天天在笑，那在前面沒有靠厲害啦。然後靠厲害，然後靠厲害就係講，我其實很懂事情哦，對不對？都係安排，可以用嚟講，一句話就好。兩妹係一種方法，就係哦，唔好當面來提前，不好直接說 no，只好說wait me a moment，但是我要是跟你說 say no 的感覺哈。不過我覺得哈，你太上攻略題哈，王小鳳嘅切條應該會爛題，因為當日全部卡都係開酸牌，開嘅主機牌。我以後人家不用講，係靠厲害冇用嘅。真嘅冇用，坦白嘅小鳳來要帶護膝，可能帶護膝就自己超不易開酸牌啦。嘅飛機用牌來解那個情緒勒索嘅問題咯。應該講的係比較在那個當下的情況，可能雙方都有情緒出來嘅時間，應該是兩種方法。第一種方法是係分開來冷情。冷清一下，係因為情緒來嘅時間一定是係暗嘛，和講唔好談嘅話，剛開始都按用嘅溝通，只會加重嘅嚴重嘅程度，所以我哋都分開來冷情係一定愛。甚至於講分開來結交，我哋都開始冇一停嘅時間長短，是講是到自家心情好舒爽咧，想愛撈對方講話咧，我哋都按緊找咧溝通，按緊可能會好啦。係啦，因為分開一下。冇給樣式，給當天給樣式，可能會像小鳳家講哦，我愛你人啦，真經你就抵死，冇按你講，冇按你講。真講係現招，係啊，真經係現招，改聽伊改方法係乜改？聽伊改方法是係愛從愛自家情本應情緒勒索，我講冇是係情緒勒索，譬如當下嘅情況，愛是會做配項事情來轉移自家嘅注意力。因為冇做配項事情，愛從愛嘅性格，愛是會一直在鑽牛角尖，見到打 kilo 嘅感覺，一直在那邊繞圈圈嘅感覺，所以一直都該回圈啲位都一直跳唔出來啊。係啊，所以我知道我是最後嘅放心，我是我自家會去做配項事情。其實飛禽講到咧，兩個方法都冇嘅嚇。第一個就係離開嗰個環境，好，第一個就係轉移注意力，你不要讓自己一直沉浸在那個負面嘅情緒當中，哈，就本情緒哈煩惱加哈上來溝通討論下，哈。給白強，你有乜嘅方法？用嘅方，我覺得問你，我覺得問不出來。記到嘅方法吼係解決用辦吼，避免拍啥對記到情緒勒索嘅方法。不過，我到嘅方法係避免自家對拍啥情緒勒索嘅方法。哦，這你很需要呢，值得一聽。好，就是白，我看到咧，威爾史密斯因為佢退休咧。唔愛做演員咧，嘅讓片，因為佢係算係喜劇嘅演員嘛，佢嘅跳路是本應歡喜啊，本應開心嘛。他退休，佢是讓片嘅觀眾講哈，我沒有要做了，你不要再因為我不讓你開心而不開心。佢到讓片地圖講哈。
大家全愛本自家嘅開心負責任。哦，嘿，你愛去簽你自家嘅開心。親人生當中嘅幸福就錯。嘿，你做唔得去拍曬嘅欣賞來拖。哦，是自家負責自家嘅情緒啊，因為冇人要了解責任負責你嘅開心，你做得你愛負責你自家嘅開心，所以應該看你了解讓片以後，應該想嚟動作。跟你喊伊啊，恰恰，係咩？手機就搶，還好啊。跟你坦白還會繼續情緒勒索你嘅女朋友嗎？啊，曾經我到節目當過給出承諾。對，現在，現在，我會慢慢改，一慢慢係3年5年， 30年。好了，5年好嗎？好，沒鐵球，我們就5年後看哦。好了好了還。有聽一個討拍文用改善，我會盡量減少，盡量減少，哎呦好嗎？好，好。 10篇變9篇。冇嘛嘅改啊，係咪？唔過誒，真嘅啦，盤不強一個時間，然後可以慢慢來改進，慢慢來改進呢個方法。我剛剛講到嗬，兩位分享問題㗎，剛剛有講到 Susan Forward 嘅書嘛，有講到兩個方法避免情緒勒索。第一個係乜嘅？建立自我的價值，建立自家嘅價值。我們想講，到底我嘅價值到哪邊？總嘛該我當然就不用情緒勒索，當然就不用威脅，總嘛會安尼吼，係唔係？我哋知道喺本人危險咩嚇，跟就表示講唔要駕車啦，錯嘛？往好的方面來想，好像是這樣。因為有駕車，非常緊張，會想來跟你情緒交換、交易一些條件嘛。跟我說，你家什麼堂懂嘛？該能者多勞。其實我很討厭這句話，其實是能者多勞死，過勞死幹唔過哈。還有第一個方法，我提供我大家，駕駛你真給不你情緒勒索嘅時間，因為駕駛要有意識的讓步，馬高人都有意識的讓步，有兩個原則，第一個原則就是駕駛兩個人係兩個親密關係，男朋友不卡人，爸爸媽媽還是男外一班嘅時間，沒辦法，就是要給他勒索。但是你要考慮到哪一個程度，你就要 stop。對，可是因為是親密關係啊，鼓手你還可以幫你勒索一下哈。哦，再來就是你要跟他對溝通，就講，好，兩百愛用你喊白，你要用愛哦。所以要有一個交易，對，這是一種就是交易，就是條件交易。第三個有條件的答應，他可能要求一大堆，像剛剛巴卡呢，你要重購，怎麼4個條件，好，我前面2個 say yes，但後面真的不行。你要有其他的原則，才不會被人家一直勒索下去。好，什麼給你太大嘅分享？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們想下，這個用版不要做一個情緒勒索別人的人，韓國用版不要被人家情緒勒索咧。動態 copy，大家聽下想下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，你繼續來收看《Hilsa 太上股》，要把大家講，張來了。